郭台铭宣布要选总统，也有风声讲8月27，郭台铭有和校友记见面。那校友记今仔日是强调这一期唔对，敢有要搁再见面的，伊是无正面回应。那前一暗郭台铭有当着郭文哲，郭文哲敢若讲这时机是还未到。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呢，伊是出席着侨委会会议的闭幕典礼。拄到7月半定完这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到台北火圣庙参香，党籍前议长陈锦祥转庭陪伴，因为顶礼拜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则来过，各条开意思真明。搁再讲在野政客也超未麻，外团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的前一天，两人捌见过面。侯友宜敢若讲日子唔对，但话内容爱过党的家己对外说明。时间不对，请郭董对外把内容以及方式、时间。来跟外面做一个说明，就请外面不要做任何的揣测。所以到底今天有没有咖啡会这件事啊？两人敢有要搁啉咖啡？侯友宜无加讲，对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讲，3礼拜前捌甲郭接触，对方坚持选郭侯落来，伊嘛敢若一句尊重。党主席朱立伦是搁再讲爱顾全大局，还不能够团结在一起，还都一切只想到自己，只有自我。没有大局，那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主流的民意。若是前一暗工厂相拄的郭台铭甲郭文哲嘛无坐落来啉咖啡，郭文哲是讲时机点也未到。要谈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原则上还是让幕僚先去作业嘛。我觉得跟商业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，政治还是按部就班，你知道吗？按照程序走。30几天无公开行程的郭台铭面册文章一篇持续邀请歌啉年茶，另外一篇是成员歌大学时期领杜聪明奖学金，互人攻击。面对2024大选，可能变做四卡都。民进党中央表示无考试、无干涉、无评论、无参与过联署，谨慎应战。台湾的能见度。台湾得到国际社会更进一步的信任，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我也要利用今天这个机会，来向侨务委员表示感谢。选前公务拢爱兼顾，赖清德维持家己的步伐，看费了阵营的一举一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